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聚会的时间已到，我们请预备心，来开始今天早晨的崇拜。我们请预乐。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在这清早聚集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一个礼拜的带领，让我们出入都有平安。我们谢谢你。今早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所做的都能够成为馨香的祭，摆在你的坛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新灵粮诗选38首，永戴我主为王。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全首。
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上帝人人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翻开诗篇119篇137节到144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攻读这一段的经文。这个荧幕有时候太小，我看不清楚。我要用手机，对不起，我不是在滑手机哦。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因敌人忘记你的言语，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律法尽都真实，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一起来，求你赐我自信，我就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大洋洲国家萨摩尔祷告，让基督的信仰能进入人们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更能够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此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区来祷告，板桥荣恩堂杨世昌牧师，也为教会的奉献充足，在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的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各级的行政首长及长官们来祷告，求上帝赐福，让有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够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来祷告，也为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福他们平安、工作顺利，也祝福他们的家庭。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的祷告，请。
在，如同我们明了人的在，不叫我们遇见，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请读经员预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下，我们请读经员来为我们祷告。经课的第一处在哈巴谷书1章1到4节，2章1到4节，旧约圣经1042页，哈巴谷书1章1到4节，2章1到4节，旧约圣经1042页。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2章1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延，不再迟延。迦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经课第二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节，11章12节，12节到11节到12节，新约圣经228页，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到4节，11节到12节，新约圣经228页。保罗、西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上帝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信心和信心。第11节，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上帝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上帝并主耶稣的恩。以上是今日经课。谢谢赵鼎兄。我们来读今天的经课的部分。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哪里去，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接着，我们请诗班献诗。今天献诗的曲目是《他看顾麻雀》。
谢谢诗班，他们每个礼拜的练习是非常的辛苦的。如果你认为诗班唱得很好的话，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接着请义文牧师来证道。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在主日，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仰望主，带领在主你所定的圣日，我们全心的敬拜，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主啊，你亲自赐福，求主圣灵来带领今天的敬拜，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带领我们在主你面前得着丰盛。赐福带领今天的敬拜，从头到末了，主你掌王权居首位，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主的话里面，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今天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1到14节，道路、真理、生命。死亡这不是大家喜欢听到的事情，或者当作认真的话题。特别是当我们得知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去世的时候，都会惊讶、难过的反应，甚至当去世的年纪很小，我们受到的冲击会更大。一个不到30岁的母亲，因为炎症她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智龄的小女儿。这个孩子在母亲去世后没有多久，也被他的父亲来弃养，因此他从小就在舅舅的家里面长大。还好，舅舅全家人对他非常的照顾。但是后来，他的舅舅也炎症过世了。不过这个家庭大大小小都有信心，他们都相信上帝一定有特别的旨意，只是他们无法理解罢了。后来，这个小女孩在国中1年级的时候，大概13岁，也同样的得到的炎症病逝，晴天霹雳。这个家庭好像是一个有炎症病死的一个家族，全教会的人都非常的难过，而且无法理解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小女孩得到血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在少年团契的朋友们都哭成一团。当牧师处理这个丧事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的年长的亲友说，牧师，她只是一个小女孩，随便处理就好了，不用麻烦教会来举行告别礼拜。但牧师说，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帝所珍惜的，特别是年纪轻的小孩，他的生命在上帝的眼中是更是可贵的。有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但我知道在圣经诗篇有这样一句话，诗篇116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告别礼拜那天，谁也没有想到，来参加的人居然挤满了整个礼拜堂，除了一个人没有来，就是小女孩的父亲，那个弃养的父亲没有出席，其他全部的亲友都到齐了，再加上全体会友，确实给这个苦难的家庭许多的安慰。基督教的信仰一再告诉我们，生命是没有死亡的，只有永远的生命。
而这永恒的生命和复活的盼望有密切的关系。耶稣带给我们的事，就是生命的复活，就像在使徒信心所告白的。刚才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朗诵读一遍使徒信经啊。我信什么？很重要的哈。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有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这一段生命告别的话语，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1到4节这个地方从这段话里面可以清楚看到，门徒的心里面确实有了忧虑和不安那耶稣已经说出他将要离开他们的预言当耶稣说出这样的话之后，他们门徒的心中有许多的感触。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好像死亡已经逼近了一般，因此才会有不安的感觉出现。在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句话再次出现在14章的27节。如果你看27节那个地方也有出现，那个地方是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里面有讲到你们心里一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这是一个所使用的句子，是一个命令句表示要停止意思就是说不要、不准、不可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要停止这种对生命愁烦的态度。原因，耶稣是什么？是生命的主。若是门徒继续为死亡愁烦，那等于是否定了耶稣就是复活生命的主一样。再来又说，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这也是命令的句型，意思就不要对上帝有任何的怀疑，因为上帝所说的话必然成就，在上帝手中没有不能完成的事情。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上帝说出的话他一定会实现，因此对上帝要有绝对的信心这点在我们信仰上面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只有上帝只有上帝对其他的人事物都不能有绝对的信心，只有上帝我们对他有绝对的信心。第2节，耶稣说在上帝的地方有许多的住处现在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他去是为天父那里为门徒预备也只能够有特定的选民才能够住进的地方，那里有上帝的同在。但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住处许多的住处这里然后第3节，这句话也影响到基督徒的信仰相当的深远原因是这句话里面已经说出了一个信念，耶稣还要再来，并且要和这些被接去他的人同住在所预备的地方第4节，当耶稣说完他要去预备的地方之后，随口说门徒应该知道那条路那条路其实耶稣也曾说过，永恒的生命之道不是是一条不容易的道路，而且是狭窄的窄路，找到的人也很少，更可能是一条怎样受苦的道路耶稣已经暗示他的门徒要有因他而受难的准备因为没有这样的预备，就无法享受天上乐园的福气。接下来第5节到第7节那个地方，第5节有讲到多马提出的问题，也可说众人共同的问题因为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
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在第5节里面看得到，往哪里去，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的家我们的永恒的家乡那个哪里去？那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条路将道路和上帝的家合并在一起。我觉得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耶稣这样说，是以天上宇宙这样浩瀚无垠的宇宙来形容，对我们这个属肉体的人来讲，我们真的不容易懂的一件事情，不容易懂。因此多马就直接的表达他对耶稣所讲的那条路不了解。其实不只是多马有这样的问题，耶稣最贴身的门徒彼得也曾问耶稣同样的问题在13章13章那里那里说彼得就说了，主往哪里去？那耶稣给彼得的回答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但现在在14节这里面他对多马跟其他门徒说，他们应该知道是怎样走那条路那条路。第6节这是今天的金句第6节这里那条路，在世上有很多的路那条路。好，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很肯定的句子就是把自己比喻为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大家甚为熟悉的经文，也经常过去常会用作布道会的一个标语。在犹太人的信仰文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教训就是上帝的道，上帝的道，那也可以说是耶稣的教训。耶稣一再告诉他的民众，他是来自上帝，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粮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这里说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听从耶稣的教训，就等于得到天上降下的粮，吃了之后会得到永恒的生命，生命的粮。我想我们都是每一天，我们都要读上帝的话，我们领受从天上从主那里赐给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好，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每一天里面，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只是主日而已，才来敬拜来读经，每一天都要领受生命的粮。其实教会里面也有一些读经的课程，都可以，都可以。这是我们不只是3餐吃的而是在主的话里面来领受那生命的粮。再来，所谓的真理意思也是上帝的教训只有上帝的教训才是永恒的。这个真理，只有真理只有在永恒的基础上面，才有所谓的真理可言。只有上帝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是永不消失的信息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他的诗歌里面也述说上帝的话在以赛亚书40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接着耶稣又说，所谓的生命这里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作者在1章4节这边就讲到，生命在他里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了解，想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就必须依靠在上帝的话语才能够得着
而他所赏赐给人的就是永恒的生命。在约翰福音10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到，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整个他强调是他就是通往上帝通往上帝必经之道，也是唯一之道唯一之道。在使徒行传4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在第7节这是唯一一条道路道路。第7节，约翰福音最大的特色就是将耶稣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紧密的合并在一起约翰福音的作者甚至用到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这样的话来形容耶稣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约翰福音17章22节，一起来读。来，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出，耶稣就是要让所有遇到他的、听到他信息的人知道，他就是那启示上帝给信他的人认识的媒介所以在合而为一约翰福音1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因此在第7节里面他就说了，你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然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他。认识跟看见在第7节里面讲出来。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想一想第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在替未信者预备地方预备地方。若是有注意船只进出港口的人，就会明白有一种待遇非常好的工作，名称叫做临港临港。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船长，船长。他们就负责带领那些大型船只进入港口，无论风雨多大，也不论风浪多高，他们的工作是搭乘小船搭乘小船，要带领港外的大船带领港外的大船，他们必须从小船里边爬上大船的驾驶室去接替该船的驾驶，将船顺利的开进港口。这个工作非常的危险，却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不小心就会坠入海底，丧失生命。但是因为有临港的人，临港的帮助，这艘船不论多么大，都不必担心，他们有最好的帮助者，可以使船只安然的驶进港口靠岸。耶稣说，他先去替我们预备天上的居住的地方，他已经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害怕，不论世上生命的旅程风浪多么危险、动乱不安，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临港，要带领我们到安全可靠岸的港口，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安稳地上岸。同样的，今天基督教会应该要扮演着整个社会，为整个社会来预备地方。我们教会就是预备地方，要让我们社会
看见我们就可以放心，不是害怕，我不敢进来，知道生命的旅程遇到痛苦、艰难，到基督教会就可以找到可安歇的生命驿站一样。我在20多年前到新加坡去，那时候细胞小组我也去参加了。那新加坡第一次去，在游览车上面看到，他们有一个特色那是晚上，几乎每一个家庭，它灯都打开着，我觉得很稀奇。有时候我们因为省电就关掉了，都打开，每一家都打开，我觉得蛮好的，是蛮好的，让黑夜当中都点亮着，都点亮着。那也去访韩盛会，因为韩国的教会很多，特别晚上，我会看到什么？车子过去之后，很多的地方怎样？十字架，很多十字架，我们在数十字架，红色的十字架，这些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就觉得心很平安。过去有个故事里面，一个小孩就迷路了，黑暗里面看到什么？看到教堂的十字架灯还打开着，不是路灯而已我家就在那旁边，我想我们基督教会里面就是要让人家能觉得安心的，他愿意来，也让他家人也愿意来到教会里面，因为这个地方来认识那创造的主，让人有这样一个安歇的地方，弟兄姐妹，对每一个主日，或者你常来到教会，你们是否觉得很喜欢来这个地方，让我很安心，不是很混乱的，是很安心的，但是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努力和用心，就无法像耶稣他对门徒所说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假如教会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就很难见证福音的信息就像很多人讲平安，但是你心里面到底有没有平安呢？你心里有平安，你才能够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信耶稣有平安，你自己都没有平安了，你怎么来传讲福音？就是来帮助我们。我们可能碰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来到主的面前，来到教会，我们个人自己，我们就从主那得着那属天的平安。虽然那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环境还是在，但是仰望我们的主，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我们就可以从他那边得着安慰，得着平安。我就是这样子常常有时候真的是很苦恼的时候，就仰望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得着平安，好，接下来好，我们8到14节我们这段来看第8节，耶稣的门徒当中名叫腓利的提出，他听到耶稣所讲的话之后，也是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是对耶稣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楚。另一方面，这句话也表示了腓利很想看到上帝的荣耀，即使他明白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想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因此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9节10节对腓利的问题，耶稣的回答说：“腓利，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福音书里面作者经常提到耶稣的门徒对他的认识很少，难怪耶稣会很感慨的说在路加福音24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无知的人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其实我们也可能会是这样子，门徒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但是
神还是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认识我们的主啊。那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那这句话可以比较约翰福音12章45节，耶稣说：“看见他的人，就是看见差他到世界来的上帝。”在约翰福音12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好，约翰福音13章20节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也就是说，他说接待他的人，就是接待差他的那一位。这些都说明了，在整本约翰福音的主轴的思想，就是看见耶稣，就等于是看见了上帝一样。耶稣和上帝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第11节，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对他依旧存着疑惑的心，他希望不只是腓力而已，所有的门徒都要会清楚他和上帝之间不可分的关系。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也希望能够透过他所做的工作，相信他，也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从耶稣所做的事来认识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就是把上帝的信息透过他所做的事彰显出来。耶稣所做的事都好，两个应许啊，最后12到14节这3节里面，耶稣对门徒提出了2个应许。好，第一个应许是耶稣说，信他的人也会和他一样，耶稣会做的事，信的人也会这样，也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今天有不少的牧师、传道人，甚至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行神机异能的原因，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从使徒行传的教会历史的经书里面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也行神迹像彼得就医治了在美门口那个跛脚的那个人在使徒行传3章那个地方，甚至是死去的门徒大比大从死里复活，使徒行传9章那里。保罗除了医病赶鬼神迹之外，也同样使死去的人活过来，在使徒行传20章那个地方看到。请注意第12节里面所说的，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不是指的人，不是指的我们，而是指的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而说的。有时候我们会误会，我们靠着主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做更大的事情，不是指的上帝要来荣耀上帝要来荣耀上帝因为所有的神迹奇事，主要是为了彰显上帝的救恩，彰显上帝拯救的爱，彰显上帝的荣耀来彰显上帝。来，约翰福音3章16节，走了经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接着第二个应许是13、14节那边讲的，耶稣应许他的门徒，只要奉他的名向上帝祷告必定会得到他的回应。但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所有的祈求都要建构在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基础上面。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啊，因为无论任何人都不能用耶稣的名来祈求咒诅别人、报复别人，或是涂抹个人的私利。好，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若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为了要完成耶稣降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他的目的是使人因为信耶稣而得到永恒的生命，也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来见证上帝对人类的爱。而且我们的祷告里面要，真的要注意到，祷告千万不能够为自己的私利来祷告。再者，所有的祈求都必须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中心，而不是要耶稣成全我们所要的。这是祷告应该注意的事项。好，今天我们来想一想今天基督教会应该让非基督徒看到他们的存在，如同看到耶稣的形象一样。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腓利向耶稣请求，让他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说：“若是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听了之后感到难过，他回答腓利说：“看见他，就是看见上帝一样。至少应该从他所做的工作看见上帝的荣耀。要让人看见并相信耶稣绝对不是只用说的更不是用辩论的，因为信仰不是思想，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认识而已，更是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体验。这一点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功课。好，有一位叫乐神父他也是一个小儿科的医生他从德国就学成回来，以前都是骑着摩托车到山地部落去巡回医病，现在的开着箱型车几乎全台湾所有的山地都跑遍了。他车上载满了医疗器材，到处去为那些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来医病。很多次媒体记者要采访他，他都拒绝，甚至有一次骂记者有一次一位牧师就问他这个问题，他笑笑说：“上帝知道我们所做的比这些记者知道的更重要，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耶稣的爱，比这些记者写出来的更有意义。”这是他的看法那位牧师听不懂他讲这话的意义后来他才明白，因为媒体报道出来之后，会引起一些观光客上山并没有多大的帮助，甚至增添他在医疗服务上面的负担而已。因为台湾的社会很喜欢怎样看热闹，而且很欣赏别人奉献牺牲的多，看热闹欣赏而已但是愿意实际来帮助的人、参与的人很少，反而会影响他的工作。而今天基督教会这就是乐神父这本来是摩托车，现在已经车子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好，今天基督教会要努力一件事情要让非基督徒看到基督教会所做的确实有上帝的形象在当中。上帝的形象就是爱，这个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这样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看见他
就等于看见了上帝一样，因为上帝是爱，耶稣就是上帝爱的一个记号。我们这些以耶稣基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就是要将耶稣的爱彰显出来，爱这个社会，而且不求回报。只有这样，非基督徒才能够从我们基督教会看见耶稣的爱，并且认识上帝的救恩。盼望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思想，再一次思想，我们的教会就为这世界上人预备的一个地方，让人在这边有安歇，也让我们所做的这些耶稣身上所看见的，耶稣在当中有医病赶鬼这些神迹奇事，那这些都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心志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到耶稣的爱，而且我们每天读经祷告，我们来敬拜来服侍，就让人来看见，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的爱，也让他们愿意来到教会来认识那创造的主。我想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耶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只有这条道路而已，只有这条路而已，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而且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他带领我们，他曾经改变我们，那我们因着他的改变，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爱能够给我们的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那些新朋友，让他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献上感恩，带领我们在主日，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的殿中同心的敬拜，知道我们每一次的敬拜，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定睛在主你的身上，也让我们从主你领受的，当我们看见到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因着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动那奇妙的善功，主啊，你也借着我们来帮助这些需要的人，是否带领主你的教会在那个地方，主啊，为主做盐做光，让人能够愿意，能够被吸引，来到主的殿中来认识那创造的主。求主恩待赐福，保守带领今天的敬拜，求圣灵引领，求主赐福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谢谢义文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预备道路、真理还有生命，让我们更能够了解。我们一起来背今天的金句，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再一次，耶稣说：“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们请翻开回应诗歌《心灵粮诗选》336首，愿主吸引我。我们翻到了，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全首。主啊，我属你也深知我，你曾说过你爱我，请求主施恩加增我信心，我也一心一主情，愿为我日渐是加添，一心心靠主身边，愿主吸我引我靠主身边，若我心抱血绝，尽归主为神，
终身归主有救人的作神功，以信心仰望，以口舌宣讲，心口一直常赞扬。只我信我日记是价钱，以信心靠主身边。只我信我因我靠主身边。若我心抱血权，跪到与神前，与主面对面，如同朋友只长谈。心里有平安，得祝福无限，喜乐滔滔如涌泉。愿主信我，日间是价钱。主信我，因我靠入主身边，懂我心抱心。第4节，何其深厚爱，何其的慈爱，你是神一心心靠主身边。请视线的祷告到台前来，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你而来。我们预备一点金钱奉献，做教会事工所用，求主悦纳，加上赐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来彼此的问安，我们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等一下，我们还是拱手问安。
兄姐妹，请坐。我们来看教会事工及肢体消息。今天是圣灵降临节的第21主日，欢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聚会，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更邀请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主日的崇拜。那今天非常谢谢一文牧师的正道分享。那我们蔡伟文牧师呢，他今天早上8点多就出门了，到凤山卫理堂，也去关心我们凤山卫理堂的教会的情况。那今天聚会完，也会跟他们的执事同工一起开会，也保守我们的牧师的出入的平安。下周呢，是我们11月份的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那当日的12点半呢，要召开小组长的会议。那执事会呢，改在下周跟我们的教区长一起开记忆会。那牧师呢，在就是3号、4号呢，即将要去福音园参加呢牧职的进修会，所以礼拜3的旧约圣经的课程呢暂停一次。周4的祷告会我们改用直播线上聚会。那明年的新的执事有3位，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新的执事来祷告，希望我们的团队越来越丰盛，也能够为教会做很多的事工。那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聚会的灯光都不太一样了。那我们3楼、4楼全部呢换 LED 灯，在礼拜5全部都完成。那前面这一排的灯呢，我们现在只有开1个。那我们可以开2个，也可以开3个，可以开1、2、3。那目前开1个的话就非常的亮。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产业执事，还有执事同工们，他们想了好几年，因为这么高，要换灯泡实在是不容易。那所以说我们就一次把它换 LED 灯，可以撑好几年。本来我们也想自己买那个鹰架，然后自己换自己做，但是呢，那个鹰架买下来的话，可能要放5年都没有用。那所以说，我们就暂时请厂商呢来负责来处理。那也谢谢我们有养护的小组，也有我们义工的同工们呢，平常的努力，在我们可以自己修的部分，我们都自己做。那来分别看看要请厂商做。那我们自己呢，会先来过滤。那我们目前的产业知识是相当的辛苦，因为从地下室到楼上7楼，有这么多的设备，慢慢的都要更新。比如5楼的饮水机也坏了，换了；布堂的投影机也坏了。那还有这里的灯光，前一阵子有一个灯具快掉下来了，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到？我们都为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为他担心，如果有一天掉下来的话，要请牧师讲道的时候要戴安全帽哦。接着我们来看，我们有在12月25号有那个洗礼及转入礼，请弟兄姐妹如果愿意参加的可以预备。我们承认主日学已经开始。希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事，可以留下来。我们有开4个班，无论是你要用上课的，或者是去欣赏音乐的，我们的老师们都非常的用心。那每一班呢，都非常认真的在学习，也要谢谢老师们的辛苦。那释经学呢，上个礼拜5暂停一次啊，因为我们的老师呢确诊，那希望这个礼拜5可以开始。那
其他的呢，我们自己来参阅。那特别我们来看这个肢体消息，我们来关心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体。那目前有在休养的，有的预备要去看医生的，或者是长期的疗养。我们在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周报可以带回去，每天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接着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蔡牧师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请在订阅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以及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的、忧伤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欢迎来电或请牧师为你祷告。